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2日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的迫害。蓬佩奥在梵蒂冈举行的一个通向人类尊严之路的会议上说，国家实行绝对统治，政府就会要求自己的民众信仰政府而不是上帝。他还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把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关进拘押营的原因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把基督教牧师投入监狱的原因。蓬佩奥在发言中讲述了一个维吾尔妇女的经历。他说，上个星期，美国国务院在纽约组织召开了一个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会议。一名30多岁的维吾尔妇女祖马拉特·达瓦特在会议上讲述了她的故事。由于中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，三星电子周三表示已停止在中国生产手机。三星称，做出这一艰难决定是为了提高效率。三星还表示将继续在华销售。三星的最后一家在华手机工厂位于广东惠州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三星曾在今年6月削减了惠州工厂的产量。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数据，由于华为、小米等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，三星的在华市场份额已从2013年年中的15%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%。美国国会将就弹劾程序开始质询听证，而特朗普政府则试图阻止国会接出相关证人。在推特上，特朗普大肆攻击他的政治对手，认为国会计划就弹劾程序举行的质询听证是一次政变，其目的是夺走人民的权利。此前，国务卿蓬佩奥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民主党主导的质询委员会试图威胁、欺凌、不正当对待国务院的优秀专业人员。蓬佩奥试图拖延5名国务院现官员或者前官员为弹劾质询程序提供文件或者证词。据哈萨克旅游国有控股公司消息，我国在对12个国家公民开放了免签入境。消息称，自本月30日起，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、巴林、阿曼、科维特和沙特阿拉伯等12个国家公民可免签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，停留期限为30天。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艾贝克斯马迪亚洛夫在诺尔苏丹的简报中，哈萨克斯坦在对12个国家公民开放了免签入境。自2017年1月1日起，来自45个国家地区的公民有权免签证进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。一架载有13人的 B-17轰炸机11月2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拉德里国际机场坠毁，目前已致5人死亡。美国联邦飞行局称，当地上午10时，一架注册于马萨诸塞州的 B-17老式战机在机场6号跑道尽头在尝试着陆时坠毁。有官员称，该飞机在降落时滑出了跑道，飞机仅在起飞后5分钟即坠毁，并冲撞了一处机场的除冰设备。据悉 ，B-17轰炸机是2战时期波音公司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研制的一种螺旋桨发动机轰炸机。